讲台湾的物产真丰富，动物、花草甲树丛，咱用看就看甲饱。嘉在出名推动念歌的艺术家周定邦，有栽培后生周俊廷，读到生物学的硕士。这个少年家娶某生囝了后，牵手甲句仔少咧，有的写歌，有的画图，创作出一本用台语所讲的绘本，教育囡仔了解动物甲大自然。咱台湾是宝岛，动物甲食物拢真丰富，也毋过市面上全台语的动物甲花草的绘本煞真好找。即摆有一个念写书，伊名叫做周俊廷，和伊的老爸嘛是念歌的艺师周定邦，因做伙创作囡仔歌，完成有声音的台语绘本，会使看嘛会使听。台湾是宝岛，各种的生态也拢真丰富。不过，伫咧市面上真歹找到全台语的生物绘本故事。就一位念写师周俊武和伊的老爸，也就是念歌的艺师周定邦，做伙创作童谣，完成一部有声音的台语绘本。因希望的是，更较侪人来讲台语，台语才会大拍卖。头壳一粒珠，行路倒体女。囡仔兄和妈妈同齐唱一条好做倒体句的囡仔歌，掀开这本囡仔册，对森林、河川、青山到青海所有会出现的动物和汤拖，大部分拢收伫咧内底。对平常时就爱爬山、爱掠汤拖、佮爱讲台语的囡仔来讲，这本生态动物的台语册有一个因上喜意的所在。因为阮兜惯势看全路的，嘿。所以哇，伊这就是有四角梨，嘛有罗马梨，有对阿定有去看过、掠过、有讲过的。即摆拄顶悬嘛有呢，佫有画图出来，伊就完全有法度去连接。结合影像、插图、音乐和囡仔诗，侪种的素材，这本生态囡仔影音绘本是念写师周俊廷用1年的时间，和伊的爸爸念歌艺师周定邦和侪朋友做伙创作的，就是望用土地的话，认识台湾这片土地的生物。我读生物的，来个走去拍片，爸爸个是做台语研究的。我甲阮某的小弟小妹拢做音乐的，拄好佫有拄着朋友会晓画图，所以就甲全部的人拢甲捡起来。其实这个囡仔因拢知影这个动物咧创啥，等到是大人爱甲因做伙看、做伙学，因较有法度对着囡仔的程度。对蝉、田燕到山鸟，周俊廷就因变做是绘本的主角，也创新囡仔歌的旋律，就望环境知识和生态教育会使被收录起来，让大人囡仔对台湾原生的动物甲食物有更较深的了解，也学会晓保护咱的自然环境。记者阿敏珍、陈保罗台北报道。